食激致 hit 皮夾班，一幅牛皮便條袋。近年好多人都中意整手作仔，夠晒特別又獨一無二，好似皮夾班咁就好受歡迎啦。今次我哋就跟下師傅學嘢，點樣用一塊牛皮手縫皮袋仔啦。首先跟紙樣裁出要用嘅皮，反轉掃浸 CMC， 令塊皮變得軟身啲。趁佢未乾，用收邊嘅木棒碌下會再滑啲。風乾咗，再用木棒碌多次，塊皮就會立立令噶啦。唔靚嘅邊位可以批走佢，再磨滑佢。攞嚟 mark 定一行線，淨係攞嚟揼窿用咯。咁啊個闊度一樣嘅話，就兩邊都係咁做法咁咯。再壓紋揼線窿，可以將兩塊要連埋嘅皮平放，一左一右咁打窿，咁會令兩邊嘅線窿高低同數目平衡啲。再照紙樣喺裝手腕嘅位打完窿，裝埋窩釘做固定盤裝飾。到縫埋啲皮啦噃，兩邊交叉咁入針。縫線嘅長度大概喺接口長度嘅3倍加10 cm。穿線嗰陣要用啲陰力將兩塊皮收緊。縫到尾，倒針縫翻3個窿，剪走多餘嘅線頭。最後喺皮袋嘅開合位用戒刀戒2個窿，裝埋金屬扣。大約整4個鐘就搞掂噶啦。iPhone 6導賞夜，人機兩團圓。9月10號凌晨12點半直播 iPhone 6誕生。